咱台湾 AED 的数量有2万多台，是全球第2多哦。也毋过使用率煞无介悬。为着要伫黄金时间来抢救性命，有民间团体甲卫生福利部合作，伫Google 地图来标示哦。那民众有需要的时，会当伫第一时间就知影 AED 是放伫地。 心脏病是国内10大死因之一。有医生讲，若是病情行起来，救命黄金时间是4分钟，就包括伫1分钟内做 CPR， 也有3分钟内使用 AED 急救。若是安尼做，有95%的病人会当健康出院。有民间团体指出，虽然 AED 的数量全台湾有2万多台，但毋过实际使用的比例无悬，所以即阵民团和政府做伙合作建立台湾 AED Google 地图，互民众有需要的时，通随知影物件在倒。 1万多个求救案件，已经有2000多人是实际到场救援，成功拯救了27条生命。应该说 ，AED 虽然密度很高，可是使用率我们觉得可以再提升。伫第一线救人的消防人员讲，因常常接到通知到现场，但毋过发现民众虽然有伫咧现场做急救，却拢无用到 AED， 拢会等到急救人员到现场才有法度判断病人的心率敢有适合电击。但是民众若是会当先用 AED 来监测心率，就会当互急救愈顺时。 去善用这个平台，因为这个平台是跟我们那个119的勤务指挥中心做连线的。只要他们判断出是一个没有呼吸心跳的病人的话，他们会推播到我们这个赖的听见 AED 的群组上面。那你看到之后呢，你马上就可以去现场做一个支援。所以透过这个活动，希望可以让 AED 到场的机会可以更高，对，然后位置是更准确的。 中央和民间斗阵合作建立台湾 AED Google 地图，民众透过手机就会当来使用，希望提供服务需要的人，通伫第一时间来马上找到 AED 来抢救宝贵的性命。记者陈新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